你有冇試過發信息俾對方，但係對方已讀不回，甚至不讀不回，然後你喺度等緊嘅時候，你喺度內耗，喺度諗佢係咪好忙呢？還是你係講錯咗嘢，做錯咗啲乜嘢，佢唔揾你，佢嬲咗你呢？又或者佢係咪已經對你冇興趣呢？如果你有以上嘅呢啲懷疑或者諗法，請你即刻 stop，因為你呢個諗法對你一啲好處都冇，對件事亦都冇幫助。今日我會話俾你聽3個神奇方法，無論對方係乜嘢類型，佢都會由忽略你變成關注你，再變成自己揾返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宇宙愛神呢個 channel。第一次嚟嘅朋友，我係 Anita，我係一個吸引力法則導師。過去4年，我揾咗唔同嘅老師學習吸引力法則，研究吸引力法則點樣幫助我嘅客人、我嘅學生同埋我自己個人生變得更加好。喺呢2年嘅諮詢個案裏面，有好多人因為感情嚟揾我，佢哋愛得好痛苦，俾另一半冷暴力，但又唔捨得放棄呢段感情，但又冇方法去應付。所以我今日同大家分享3個魔法，令到佢再次揾返你，關注你。Yes！ 第一步係信號消失術，呢個方法係將個主權拉返嚟。首先你要停止關注佢，唔好再發任何信息俾佢，亦都唔好問佢你去咗邊度啊？你有冇睇到我嘅信息啊？因為咁樣只會顯得你實在太過廉價啦。所以我哋要啟動呢個信號消失術。正確嘅做法係點呢？首先你要讓自己消失一下，我哋唔更新，唔去睇佢嘅嘢，亦都唔做任何互動，令佢覺得咦，點解你突然間消失咗嘅呢？而你消失咗，好似都過得幾好咁樣喎。咁樣係會喺佢潛意識裏邊製造咗一個焦慮嘅空間，因為人會好在乎突然間唔見咗嘅嘢嘅。呢個喺心理學上邊就係注意抽離，再加 FOMO，即係錯失恐懼。你切斷咗對佢嘅能量，佢就開始會緊張你，同埋佢開始會諗起你。第二個魔法就係情緒扭轉法，呢個方法係要令佢記住你帶俾佢嘅感覺。有時佢唔回應你咧，唔代表係乜嘢嘅，絕對唔係因為你唔好，而係你俾佢嘅感覺唔夠特別。我哋呢一步咧，就係要用一招增強佢嘅情緒同埋對你嘅記憶。例如你可以喺消失之後嘅2-3日，你突然間發一句説話俾佢，就係話今日我聽到一首歌，突然間諗起你嗰次同我講嘅一句説話，好得意喎。然後你就講完啦。咁你丟低咗呢一句説話俾佢，令到佢會想像你嘅信息，令到佢會猜究竟我講過啲咩呢？究竟你而家喺度諗緊啲咩呢？當佢諗緊呢啲嘢嘅時候，佢嘅腦其實佢係能量已經同你 connect 緊。呢一招係令到佢自己諗起你，而唔係你去強迫佢回應你。心理學原理咧，呢一招就係情緒記憶投射效應。你開啟咗佢嗰一刻對你嘅思念。第3個魔法就係關鍵亮相法。咁呢個係咩意思呢？就係喺啱嘅時機，令佢睇到你而家有幾吸引人，你變成一個佢唔想錯過嘅人。咁點樣做呢？呢一步就係喺佢以為你就快消失嘅時候，你閃出一次好強烈嘅存在感。例如你可以 post 一張又自信又神秘嘅自拍照啦，或者你着得好好睇、好開心、笑得好自然嘅照片，咁你 post 喺社交平台啦，然後你寫一句最近開始認真咁樣過自己生活，哇，舒服到唔想返轉頭。目的咧係令佢產生嚴重嘅心理不平衡。佢本來喺嗰段感情係主導者，但係而家見到你喺度閃閃發光，生活得好好，你會令佢諗起你最近點解會變得唔一樣呢？佢開始擔心你係咪變得更加好，你而家係咪冇諗起佢咧？所以佢開始擔心真係會失去你啦。然後佢會忍唔住主動睇你嘅 post 啦，睇你嘅動態啦，開始回覆你嘅信息啦，甚至會問下你最近點啊，做啲乜嘢啊？你開啟咗一個感覺，就係佢感覺到你嘅價值，同埋你絕對唔係只係喺度等緊佢，因為你有你自己嘅生活，
心理學原理就係認知失調同埋重新評價偏誤，令佢重新審視你，從忽略到思念，再到主動靠近你。各位千祈唔好傻傻地咁追住對方嚟跑，因為吸引係你識得咩時候拉開距離，咩時候你識得亮相，而唔係你主動去貼住一個人。你需要嘅係建立你自己嘅價值同埋心理嘅落差，俾佢一啲空間，帶俾佢一啲記憶點，帶俾佢一啲遺憾，令到佢自然翻嚟你嗰度。我哋嚟一個總結，3個方法嗱。記住啦，第一個就係突然消失一下，令到佢注意到你缺席；第二個就係丟低一個情緒，引導佢諗起一啲想像嘅信息；第三個就係俾佢一個視覺情緒嘅衝擊，令佢覺得你變咗啦，而且變得越嚟越好，咁佢就會忍唔住主動會翻嚟你身邊。留言話俾我聽，邊個方法最啱你？如果今日呢3個方法有幫到你嘅，請俾個讚。未訂閱嘅朋友，請用2秒鐘時間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喺留言區留言，他會回來落呢個訂單，宇宙睇到佢就會將佢或者係適合嘅人送去你身邊啦。我哋下一條片見，拜拜。